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准备要伫高雄设 AI 个半导体学院，来培养在地硕士甲博士生哦。高雄市政府是要来提供联谈会馆甲公务人力发展中心来正做校区，嘛按算讲明年得当开始招生咯。阳明交大高雄分部正式启动。经过1个月协调，总算确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要伫高雄设置分部，由校长带领3名副校长等干部共同来到高雄宣布。能够很快速的去扩散人才产出的量能，所以这个的确是很大挑战。不过我们有大概2、3年的经验，我们心里大概知道要怎么做，我们会努力往前走。我们在南部地区还是会比较从应用端来着手。学校表示，初步计划是以修硕士还有博士为主。大学部敢要设立个来研究，校地由高雄市政府提供现有的联谈会馆、公务人员发展中心做校址。市府表示，台湾 AI 半导体人才以台大、清大、阳明交大、北科大等学校，拢是北部较侪。希望高雄分部设立会当留伫南部的人才，会当带领南部的产业发展。选定我们现在的联谈会馆以及人力训练中心的这个部分哈，那离高铁站大概有1.7公里，开车大概3分钟就到了。过去我们做的产业的思维都是显性的价值在发展。但是面对未来更有价值的，应该是隐性的，就是 IP。微笑曲线最左边的一些 IP 呢，是最有价值的，本身就是一个产品。市府表示，阳明交大高雄分部预计明年开始招生，相关的课程细节甲各单位拢在同步策当中，这嘛代表开幕将近20档。2005年由台湾首府大学以 ROT 方式委托经营管理营运的联谈会馆，上班伫年底进行，就会行入历史。记者王柳婷、陈天坤、柯正准报道。